近来有真侪民众讲台北市的鸟鼠愈来愈多，毋但影响到生活，嘛会烦恼环境卫生的问题。万不离去挖到鸟鼠边，命是会休气的呢。头期生阁有人讲，这是无影的代志，拢是爱抓事端的民众伫网络顶胡白讲。若无，就讲台北的鸟鼠是为南部来的。这款讲法，互市民真袂爽。就亲像俗语讲的，鸡母毋关拍麻晓。你就知影有麻晓伫遐飞，煞毋甲鸡母关伫鸡篮，等甲麻晓甲鸡母加去，才伫遐噗噗跳，要去拍麻晓也是无采工。这句俗语，就是在讲人平常时运动要紧的工课无认真去做，等到出代志啊，才讲是别人的问题，甲责任撒了了，实在真毋通。